我喺加州為紐崔萊進行研發工作。我哋專門負責研究用於紐崔萊產品嘅植物原料。幾年前，公司決定開始研發鈣鎂維他命 D 片嘅新配方。今次選取嘅植物原料同以往唔太一樣。我哋同供應商合作，並透過紐崔萊嘅 NutriSearch 認證農場計劃，讓我哋能夠深入了解佢哋嘅生產方式，確認佢哋同紐崔萊嘅理念相同。我哋需要前往一個地方，佢位於冰島，係一個相當遙遠嘅地區。以呢個例子嚟講，揾到適當嘅海域，適合海藻生長並堆積出鈣，我哋將佢稱為海藻鈣。船上有 GPS 全球定位系統嘅導航，所以佢哋可以非常精準前往佢哋想去嘅地方，並採收純淨嘅海藻鈣。隨住海藻生長，一段時間後脫落，會累積出相當大塊嘅堆積物，然後我哋可以採收呢啲堆積物，提供來自天然植物海藻嘅鈣。呢種天然海藻鈣非常獨特，喺其他地方並唔容易見到。以天然海藻鈣為原料，同紐崔萊嘅理念相當契合，萃取自天然精華，結合頂尖科技。我哋認為咁樣能夠做出最好嘅產品，幫助人過更好嘅生活。